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家己破厝的第一市场大楼呢，是定定有人直接甲这乌托邦安尼徛入去，有摆档的头家是真怨叹，讲这毋但真危险，而且嘛是违规的。毋过也因为这市场呢停车场是当咧整修，所以也烦恼讲，若准禁止乌托邦徛入去，安尼恐惊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生理。菜市仔的大楼内底，民众也是档的头家，拢骑机车来出入。伫家己原铺子第一市场大楼内底，这是定定看会到的代志。毋过，其实大楼的门口有禁止骑机车入来告示。莫骑机车入去，因为若大年节先人多，人多容易造成拥挤的时呢危险会弄到，是这样子。平常时啊嘞？平常最好也不要，尽量停在迄市场外口。考虑安全的问题，有人反对骑机车入来。毋过，嘛有档的头家认为，市场外口歹停车，市场下骹的停车场搁咧整修，机车袂当骑入来市场，无方便的状况之下，嘛会影响到生理。毋捌咧发生代志啦。伊骑入来车内，骑慢慢啊，尔，他会讲拢烧咯，无可能的代志。都抑个毋捌发生安尼嘞啊！车子不能进来，我们这个市场就已经很少人呢，不能进来就没有人进来买了啊。本来乌托邦就等入来啊，因为人咧买物件有诶无方便啊。铺子市公所表示，暗算会伫市场内底规划停车的所在，嘛会请地下停车场整修工程赶紧来完工，希望会当解决第一市场大楼内底民众安全甲档做生理的需求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